对10月8号等到11号的2025新加坡国际食品展，由着冯家南所组成的台湾队，嘛到现场来参展。其中台南馆以着全糖城市为主题，利用往来为台南馆的特殊主视觉，注入新加坡人对着往来的印象，吸引当地看展的民众，甲着买家的眼光。台南有很深的文化底蕴，有很多好吃的美食。今天很高兴把这些好的厂商带来给新加坡的消费者，还有我们新加坡的 buyer 能够一起来细细品味。事实上，台湾的东西是最好的。刚刚大使跟组长都有介绍，但台湾很多地方有不同的特色，都欢迎大家来细细品尝。我们都是台湾队的一员，也谢谢各位，希望大家一起来新加坡食品展台湾 Select Waiting for you， 谢谢。这个市场带领台南6间的在地农渔产品，有鱼花鲜味饼、黄金荞麦、芝麻棒、蔬果脆片、文旦油仔酱，加着新鲜的水果顶。另外，还有农业局电视单位，加着观光旅游局、观光的资讯，加着米其林美食的介绍等，希望将台南多元的产品加着优势介绍给来到展场的买主加着民众，加强台南的业者加着国际的买主的联系，进一步拓展海外销售的通路。台南新闻综合报道。